Everybody, what's going on？ 早晨，我哋 LFRT 領帆車隊啊，今日又同大家嚟到中山中賽國際賽車場啦。嚟進行我哋領帆統賽杯嘅港澳挑戰賽嘅第3回合。今次除咗會有頭5名同最佳單圈嘅獎項之外，仲會另外開設女子組嘅獎項添。有興趣嘅女車手，下次都可以嚟揾我哋報名參賽㗎。今日按照賽程呢，就分別會有熱身、排位、Race 1同 Race 24個賽程。咁可以見到呢，我哋嘅參賽車手都已經着好晒裝備啦，喺度進行緊賽道行走。等大家行完條 track 翻嚟之後呢，就會進入會議室開車手會議，然之後就正式開啟今日嘅賽事㗎啦。Race 1咧係10個圈嘅 ，Race 2咧係12個圈嘅。Race 1咧，我哋再次翻去我哋起步嘅位置，咁記住着燈啦，分別起跑，多步我哋會加翻3個時間去。賽車呢就已經包好晒輪胎墊㗎啦，隨時準備出去啦。不過包喺入邊嘅唔係平時用開嘅光頭胎，而係有排水紋嘅雨胎。因為呢，今日嘅天氣呢真係十分之不穩定啊！喺我哋朝早到咗場之後呢，甚至仲落緊雨㗎。即使去到車手行 track 嘅時候啦，都可以見到賽道仍然係濕滑嘅，仲有唔少積水添。出於安全嘅考慮啦，都係選用咗雨胎俾我哋嘅車手去做排位嘅。經過一輪激烈嘅比拼之後呢，最終嘅排位結果就如圖所示啦。令人估唔到嘅就係素有中賽大魔王之稱嘅 Alan 歐陽俊怡竟然屈居第2喎。而嚟自香港嘅 Sam 哥沈輝陽就勇奪杆位啦。咁不如我哋採訪下佢點解今次咁勁嘅呢？ OK， 好，首先我哋恭喜我哋阿 Sam 哥沈輝陽啦，嚟自香港攞得我哋今次中賽杯第3回合嘅杆位啦。咁你以591嘅單圈領先我哋嘅大魔王俊怡差唔多半秒去攞到呢個杆位啦。咁其實你有啲咩感受呢？第一次攞呢個杆位？因為咧今朝就落咗場大雨嘅，咁然之後我哋用濕胎做嘅時間咧，其實係好彩做到589。咁俊怡喺我前面頂，喺我前面喺度行緊咧。咁咧，我可以用佢咧，佢頂轉風咗，咁我就可以快翻少少。即係破風啦。係啊，做個參考破風啦。但係用雨胎喺乾地度做嗰個時間咧，其實係真係大家鬥好彩嘅。係因為條胎氣應該會多過平時我哋光。大家鬥好彩，所以呢個杆位係真係好彩。因為你個操控得好啊，其實都未必嘅，就係大家打破膽啊！頭先同我俊怡喺度打破膽。得你哋2個可以做到59。好，咁恭喜你先，咁希望你一陣間嘅比賽會有一個好嘅表現。參賽嘅車手咧，陸陸續續就離開發車區㗎啦，一個接住一個咧喺賽路上面進行一個繞行嘅，繞行1圈之後咧就會翻到起跑線排好位，咁樣就正式開始今次嘅 Race 1㗎啦。可以見到咧，大家車上面咧都係用濕胎㗎喎，但係賽道嘅地面都幾乎乾晒㗎啦。大家都冇放棄呢一圈嘅機會啦，最後一時間去感受翻胎地面嘅地力。嚟到起跑線呢邊啦，工作人員已經舉起咗紅旗啦，就等車手嚟到，按照成績排好晒位置，然後綠旗揮動做好最後檢查，紅燈亮起，準備燈滅起跑。隨住咁多位車手全油門咁衝向2號彎去爭搶最佳位置啦，比賽正式拉開咗序幕啦。喺比賽入邊呢，少不免有啲意外發生啦。就例如啱啱先起步嘅時候，喺後排嘅洪可勝同埋張楚欣呢都出現咗失誤喎，但係好彩啦，佢哋都可以好快咁重新起翻步去追翻上去啊。又例如啦，係啱啱先
重新起翻步嘅張楚欣咧，喺第2圈咧就已經跌低咗啦。咁啊，隔離嘅工作人員咧都即時出示咗黃旗啦。而後邊追翻上嚟嘅車手咧，亦都有收慢車速，安全咁通過嘅。Race 1嘅最後成績咧就如圖所示啦。咁啊，穩居第1嘅都係 Sam 哥沈輝陽。咁啊，第2名咧就係歐陽俊義啦。咁啊，佢都以59秒112嘅成績咧而奪得Race 1嘅最快單圈嘅。第3名咧就係細路歐陽子謙啦。咁啊，緊鑼密鼓地啦，我哋又嚟翻 Race 2嘅起步現場啦。紅旗再次舉起，車手都各就各位啦。然之後一樣都係啦，紅燈亮起，歐熱起跑。咦，又有選手失誤咗啊！係奪冠熱門之一嘅蕭培基喎，咁就刺激啦！今場佢又要上演由最尾追翻上去嘅戲碼啦。而事實真係冇錯，阿培真係幾乎將呢場比賽變成咗佢嘅個人 show 啊！由最後開始一路搏晒命咁樣追翻每一個位置，到最後佢係以第3名完賽嘅。當然呢場比賽嘅看點仲有就係第1名同第2名啦，即係 Sam 哥同埋俊傑之間嘅攻防嘅。咁啊喺 Race 2嘅最後啦，俊傑都係重奪第1，守住咗中賽大魔王呢個稱號嘅。而比賽嘅最快單圈時間啊，亦都被佢刷新到係56秒173嘅。至此 LFRT 中賽杯嘅港澳挑戰賽第3回合圓滿結束啦。頭先我哋多謝華人汽車隊贊助我哋一隊全新嘅胎去做一個光明 Race 2比賽。